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奇，我搁转来，因为有人问讲，昨迄支影片是讲要讲即个行政学、政治学甲公共政策出题的趋势，咱还敢若讲行政学甲政治学、公共政策煞无讲着，所以今仔日即支影片是要甲即个部分甲补起来。公共政策较麻烦的所在是讲，因为要考即个科目的考试较少啦，所以自今年开始。到现在敢若有2份的考试卷尔，所以咱会使参考的物件是有限的。也毋过有限的物件，咱也是会使去发觉讲，伊的出题的方向甲伊的出发。所以咧，即回就简单甲大家赶紧来补充者，因为应该嘛是有诚侪朋友是要考一般行政安尼公共政策申论题就是真重要的抢分的所在。好，大家咱来到考选部的网站顶悬毋知大家用这袂？这真好用哦。建议就是用这个较复杂的方式，其实安尼查较好查。你甲你要查的物件呢拍落公共政策查落。伊就会使出现113年，也就是今年出现过，伫你准备要考高考进前所有关公共政策的题目。所以呢，敢若有2份，第一份是心考试1份，另外1份是顶礼拜才考了的警察的考试。咱就甲即2份的考卷拢甲伊拍开来看卖，出题上今年大概有啥物款的方式。其实今年考的物件拢毋是讲介困难，但是嘛是像昨迄支影片讲的，主要是伊的问法头台先你看伊讲这是新考试的题目卷。第一个是讲公共政策的问题会使分做3类，这3类的无共款的所在。所以咱讲过去的考试较简单，就单纯的问你讲政策问题有对一款的方法来出现。就是有啥物款的种类就对啊，但是你看今年的题目，伊毋单要考你有啥物款的种类，伊搁加上要问你啥物，伊无共款的所在啦，所以你袂使搁干那去回答讲，问题分3类嘛，第一个就是问题的结果真赞的，第二个就是普普通通，第三个就是结果真歹的，毋是即马伊是要问你。迄无共款的所在，所以就包括着理性的程度无共款还是讲你的即个方案敢有确定人员敢有确定你用即个面向落去写，伊无共款的所在伫遮呢，你看除了比较以外，伊阁问你讲，请你用一个实际上的案例来做说明所以即题会使完全去展现讲今年113年的考试的一个新的趋势。一方面要问你概念的意思，这是上基本的；第二个就是问你概念甲概念之间，你会使去综合的讨论比较；第三个就是要叫你用实际上的案例来做说明。这是第一题。第二题较简单，这是已经真久足侪年无出现过民事甲翻译做中文过来做说明这考试的形式顶一届出现应该是109年的时阵这几年无出现，今年佫出现但是我感觉讲这是一个主流的出发。但是咱会使发觉讲，其中伊所问的这个 SDG 的概念，阮自旧年开始就一直讲会考啦，所以今年第一场就甲你考落看有警察的特考，我看伊的这个行政学、政治学拢无问，所以今年高考，你说拢无问无会花去无，今年高考一定会考，然后甲你保证好。第二个就是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是叫做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今年上新的概念应该是 ESG 你家己去查者，环境这个社群、社区、社会甲这个公司的治理。这是上新的概念，为这个 CSR 变出来，所以你去查者。第三个，伊虽然问这啥物八大和沙巴题，你莫管伊你就是甲伊看做是单纯的问你影响政策咧执行的时阵有啥物款的因素会互伊成功所以你要背应该嘛是背无啦。第四个是问这个 policy predicament， 就是讲政策无报我甲伊翻做无报是安那咧？
因为咱一个概念叫做政策失灵，失灵是你用这个政策会使的，但是你黑白用歹去啊。啊，政策无步是哇，这个问题太困难咯，所以你完全唔知影要安怎去处理，这叫做政策的这个无步啦。所以你这题要安怎去回答呢？就是用 weak problem， 所以真歹处理的问题来去写，因为伊是造成咱政策无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你看这几题基本上拢无伤过困难，但是伊非常的强调的就是你敢会使去活用这几个概念啊。咱搁看咱上升的考试啊，就是警察的考试三等，嘛是公共政策，这是第2分啊。今仔你要去考高考政治，就敢若这2分，这是上升的。第一题过去有捌出现过哦，过去伊是问讲啊，市场若是要自由的运作，要有啥物款的条件来去配合，你应该去翻这个考题。过去毋知是对一年啊，反正有即题就对啊。伊传统的题目是问你讲市场失灵是啥物款的原因，啊，迄年是考啊市场若要正常的运作，要啥物款的条件来配合。啊，即题甲迄题共款，就是讲，啊，既然市场会失灵，你嘛知影讲市场要安怎来正常的运作？啊，政府需要做啥物代志咧？就是政府要安怎来去介入，确定讲啊，市场伊所要自由运作、正常运作的条件都会使成立，安尼市场才会使正常的运作。OK， 所以这市场需要政府的理由，就是因为市场的失灵嘛，包括着公共财、外部性。啊，佮有其他的一寡因素，所以政府透过啥咧？透过政策的工具来去介入市场，但是你要注意哦，伫上尾啊，你会使佮提醒一下，讲政府虽然会使用政策的工具来去介入市场，但是你若是要创好政策失灵啊，还是讲你黑白母嘛有可能啊，政府本身嘛会出现失灵的状况，好，所以呢，这是即题会使写，所以你看哦。伊讲市场失灵是一个真经典的概念，毋是新的物件，但是即题是用新的方式来出。问你讲你市场失灵，你一定知影的啊？那安尼你知影即寡因素会造成市场的失灵，啊，政府敢会使做啥？伫遮呢，伊过来啊，叫你举例来去说明啊，所以你爱活用哦。你看第2题嘛是举例爱说明，第4题嘛是爱举例来说明啊。所以今年剩1个月的时间，你若是要考公共政策，拜托，你去找这个行政院的重大政策的网站，这是一个无你去看公共电视台，伊伫 YouTube 顶悬有真侪深度的新闻的报道，伊叫做我们的岛，咱的岛，伊一集差不多半点钟，甲一个政策的议题，用真深入的方式做一个分析甲这个说明，所以你若是无时间，若是你食饭的时阵啊，无想要搁看这一大堆的字，你就看这个公司，伊有真赞的节目啊，看你对一个政策较有兴趣，包括着买厝伤贵啦，还是讲量化的政策啦，绿能的发电啦，拢有啦，你就选2-3个，啊，甲伊看看，伊帮你整理好啊，就是一寡政策哪会有即个问题啊，政府有啥物款的做法啊，学者安怎看，民众安怎看，安怎想啊，过来咧，你准备2-3个政策了后啊，你伫上后面咧，搁读即个政策的时阵，你就哪读课本内底理论，你就哪去思考着，即个理论是即个概念，甲你所选的迄个政策之间，敢有啥物款的关系？你家想咧，因为你看啦，今年第1场的说明啊，叫你举例说明，过来举例说明，有看到无？今年第2场啊，嘛是举例，哇！所以呢，伊就毋是暗示，伊就明咧甲你讲啊，伊今年就会安尼出啊，所以你准备的时阵就爱安尼准备就对啦。像你第2题啊，你看政策工具，这是传统的一个考点哦。但是即题就莫用这个方法来问你嘛，甲这个政策影响的因果关系，这嘛是传统的考点，但是伊看是对甲其他概念搁掺入来，甲这个精英啊、民众啊、立法者啊，所以这就是甲传统的政策的概念，甲行为者这2个概念夹做伙来问你，伫遮呢搁结合着要用实际案例来请你说明，这嘛是今年甲咱旧年讲的趋势就拢完全符合嘛。
第三个只是讲甲你看无，但是伊是真简单，就单纯诶讲执行诶研究，甲规个体制研究啊。是啥物意思咧？体制就是较大诶面向嘛，包括着政策，你是活伫一个较偏自由主义诶也是偏社会主义诶即个体制嘛，还是讲伊是国家控制较强诶体制，还是离团体社会力量较强诶体制？无共款诶体制去影响着咱政策诶执行，伊是为规个体制诶部分来去思考。要是你嘛会使讲即个政策是政府来主导，还是民间来主导，还是咧政府是总统甲内阁诶关系，还是讲迄种是内阁来主导？公共管理执行诶研究，就单纯去看到公共管理诶部分啊，包括着你是用啥物款诶管理诶技术啊，用啥物款诶管理诶工具啊，即块面向较细，即个政策体制伊块面向较大，就差伫遮尔。所以，请说明即两个甲传统政策执行研究会共款甲无共款？你看过来啊啦，共款甲无共款啊？咱心心考试嘛是问你讲，有啥物款诶无共款诶所在嘛？所以今年看有无？伊就爱问你讲概念之间，请你做比较啦。因此，咱就踮遮来甲大家盘看卖啦。那咧签大家咧共款来签讲，今年高等考试诶公共政策4题内面，一定有一题啊，至少一题咧考你概念甲概念之间诶比较。另外一题。至少嘛一题，咧考你啥呢？考你，请你用啥物款诶概念，甲即个政策实际上诶案例来做说明啊。好，最后一个叫做政策需求诶评估伊诶内容啊、重要性啊，过来啊，请你举一个例来做说明，来做即个政策需求诶评估啦。所以你着照伊所指定诶即个物件咧，甲伊写下来就好。即题第4题较简单啊。主要诶较复杂诶是，你敢会使用实际上诶例来去说明讲，需求评估要安怎创啊？第一个就是你爱看你，一项诶需求啊，就是讲你爱确定讲利害关系者，伊到底为即个政策想要啥物物件，你爱看互清楚。第二个是你手头顶悬有啥物款通好用诶需求，毋单是外部嘛，包括着你政府本身有啥物款诶资源会使来去使用。两个部分拢确定了后，只是放伫内底，放伫政策咧规划诶时阵啊，你咧做政策规划第一步就是爱确定一个大诶政策诶目标，第二个就是爱做需求诶评估，第三个就是做即个评估诶需求评估诶结论，你爱提出着较详细目标，过来才去设计讲要达成即个目标，你有款啥物款诶手路几个几啊款诶方法内面，你要安怎选选了后，搁做即个较幼诶规划。即题应该是无啥困难。但是重点啦，就甲大家讲，今年考试一个就是呢，考点咧拢是过去出现过，但是重点甲昨迄支影片其实拢共款，是伊诶考法啊，伊诶考诶物件是无困难，你会感觉讲诚困难，是困难伫倒咧？伊诶出发物件你拢知影，但是伊安尼问，你可能就写袂出来。要安怎准备咧？咱就已经甲你讲过啊，家己去准备2、3个政策，你最后咧读学考诶时阵啊，莫干那看课本迄寡理论，甲你选诶政策，甲伊放入即个理论甲概念内面去想想咧。无共款诶概念之间可能有关系，你嘛甲想起来啊？有啥物款共款甲无共款诶所在想想咧？考试就是安尼考啦。好，所以呢，应该是安尼会使甲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最后你会使看政策问题一题嘛，多元流模型有即个政策诶机会通，搁有即个政策分析、政策执行甲现主时诶治理诶趋势。政策执行，搁有啥物款呢？这是嘛是政策问题，所以政策问题、政策执行这是第一场考试内面考到诶物件，这嘛是政策诶问题啊。这是政策问题甲政策执行之间来做一个讨论嘛。这嘛是政策执行，这是政策咧规划时阵咧需求咧评估，所以今年政策问题甲政策执行这两个大主题啊，相关诶概念，请你一定爱甲伊读好熟啊，因为哇，今年诶考试拢为遮来呢。但是呢，为遮来物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伊诶问法啦。重点，咱讲几啊摆，伊诶问法啦，你爱
把握着伊即款新的出题的趋势，伊的问法，无你拢知影即寡概念无效，因为你写袂出来。好，这是用即个影片只甲大家做一个补充啊。所以咱公共政策就无爱做过开什么直播啊，因为即个影片就差不多拢讲了啊。好，即回就甲大家报告到遮嘛，共款祝大家伫最后准备的时间呢，一切顺遂，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学甲别人大赚钱。咱后一回则继续甲大家讨论有关国家考试的一款物件咯。